这件斗篷造型的雨衣，除了设计时尚风格十分亮眼，更特别的是采用100%回收保特瓶所制作，结合先进透湿膜技术和高机能3层防水布料，无论穿戴、披挂或遮盖都可以。虽然像羽毛一般轻盈，但韧性却足以适应未来极端气候。而催生该产品的正是宏远兴业和南台科技大学的产学合作案。很多人都是走快时尚，很快衣服就不穿了，所以我们在斗篷设计上面，其实我们一直觉得说它是很轻便的，没有分男女生，然后大家拿了就随处可以走。因为现在已经是极端气候，像台湾也是有时候很热，然后有时候很冷。那如果一件斗篷就是披着，那它可以防风，可以防水，然后透气的那个部分又做得很好，它可能会让更多的消费者会愿意接受。有这样3层的结构，100%全部纯回收的 PET， 那这样的材质对于永续这一件事情才是真的，我们是做真的，希望对这个社会、这个地球有这样的贡献。产品的创新和环保永续的精神也扬名国际，荣获2025 IF 和 C IDEA 2大国际设计奖的殊荣，相当难能可贵。对此，南台科技大学校长黄能富也亲自出席见证这一份荣耀。除了期待日后商品化和市场化的脚步，对设计过程中善用 AI 生成，让独特材质可以应对未来的天候挑战，更是一大亮点。合作这个成果非常棒之外，我觉得这个本身的议题，因为牵扯到永续嘛，那从保特瓶的这个材料去重新reborn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。那又结合了 AI，我觉得这个是目前应该说大家关注的议题啦，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成品未来的推广，大家应该可以再多加强力道。这个作品在解说上面会让消费者或者是评审更能够理解，所以我们其实有把 AI 介入在这个未来科技的场域或是宇宙的那个状态。我们觉得全球一直暖化跟极端气候，所以我们用 AI 跟动画去呈现部分的场景。藉由产学合作，除了打造国际视野的设计包装，也再次向世界展现台湾纺织产业的创新实力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